大概找偌济，都反正我写 program 嘛，去找一寡。大概本来我拢是读的时阵，看到问题，我较甲林长咧讲安尼尔啦。都照迄个逻辑吼，不管是巴克利啦，甲迄个专民啦，甚至迄个安培做些问题，就去写 program 啊，所以会当找出问题来，嘿。当然可能无法当100%找出来，但是比如讲，迄个你白话字内面有当时啊，伊有一寡数字有无？第3啊、7啊、5啊，都迄个 accent，迄个音调有无？即我写迄个迄，我就去找数字就使啊，迄较简单啊。若讲迄个，因为你有汉字嘛，我校对汉字参迄个白话字嘛。基本上汉字参白话字是1 to 1的 mapping，所以若伊若无1 to 1 mapping， 我就知影嘿，所以。慢者，迄个安培圣经的迄个档案吼，是用拍还是讲迄个天主教互恁的？我是敢若伫信望爱网站顶头，因为我家迄个档案甲 download 落来，下载落来吼，所以我有倒通去家用迄个 JSON 的迄个，就反正甲下载落来，下一寡 program 去校对啦。当时我嘛替信望网站校对伊的希伯来文啦吼，用 program 嘛，就是我倒啦，迄人无法通去做遐济校对啦，像迄个字典啦吼。字典希伯来文啦，迄个希腊文啦吼，字典伊字典内面有足侪迄个 strong numbers， 所以迄个希腊文啦，参迄个希伯来文的字典，伊内面有足侪迄个，就讲即个字是出现伫对一个迄个经站吼，所以我就写一个 program 去甲伊 check。推差不多几若百个问题出来，是讲比如讲哥林多前书伊拍伫后书去，还是讲迄个列王上期伊拍伫下期，还是讲就讲做者这问题，还是讲我基本上就是讲，我甲伊找看看伊字有伫迄个经济内面无，若无，但有可能就是毋对。所以嘛无讲介迄个啦，无讲介。毋是讲介困难的 program 啦，但是伊过去是拢看着较甲恁长咧讲，也是讲甲迄个信望网站人讲你这有毋对，迄拢做迄个字典迄有知影一个字伫迄个几若百个经济内面，迄个编辑讲迄个无法度通去校对，所以伊嘛做 surprise 讲，我替伊大概找几若百个问题出来。无简单，咱即马先读专民的好无？ OK， 写信离开负心的人了后，经过无水的地，要找遐困的所在，找拢无，就讲我要转去我对遐来出来的迄间厝。我想伊这个讲，伊这一个人伊犯罪啊，伊互鬼附身嘛，对无吼？伊甲伊清气了，若是搁犯罪，我无准备吼，我毋知你要查对一本题。但是这个经济应该是讲伊互迄个已经互写信已经出去啊，伊若讲人若搁犯罪，这个写信搁会比前搁较惨。好 ，OK。对，安尼真好。但看像即个意思，就是讲你本地是人有做吼，拢扫清气啊啦吼，扫清气的时，若阁无继续追求的时阵吼，会阁犯罪啦。所以有时讲咱毋是讲咱洗了后，就一切拢清气，拢无代志啊吼，嘛是爱阁继续追求吼，无你若无继续追求的时阵，有可能。一寡歹习惯啦，一寡歹的作为啦，吼，一寡罪会搁入来啦，吼，应该是安尼啦，吼。耶稣在讲这话时，群众中间有一个妇人人大声对伊讲：“生你，搁互你顺利的妇人人真有福气。”毋过
耶稣应讲，听上帝的道理来遵守的人，搁较有福气。咪款，咱这无标准答案的啦，咱这就是大家，大家对于这个经济的领受，安尼来分享就会使，无标准答案，好，我先讲，我是要提醒迄个巴克勒牧师即本圣经迄个若是迄个诗，咱莫变调，安尼咱听的人，别人听会较清楚，因为即个若是是 but 毋过的意思。咱若念做若是就变做是如果啊，对。啊，个我甲调就对了若是，对，因为巴克勒牧师即本圣经伊是有特别分啊。用迄个hyphen来分，我感觉即段圣经吼，对咱是跟对伫耶稣的人吼，是一个真好的鼓励啦。因为在咱的有当时咱会想讲，咱若迄当阵啊，伫耶稣的身边吼，军队伊毋是足福气的，安怎，甚至咱若讲甲耶稣有淡薄仔关系，安尼毋是足赞的，等等。可能像咱的希望讲要军队一个最伟大的人，迄种的心情，迄种的想法，所以应该想讲，咱若是伊厝内的人，就咱像即个妇人人讲的，咱生你的，生你的，佮互你年头的，迄足好气的，就是你老母啊，佮有你老爸拢足好气。毋过耶稣讲，佮较有福气的是听上帝的话的人，佮去行的人。我感觉这是足大的重点，就是咱莫去想讲外在的条件安怎，才是上好的、上赞的。其实，咱每一个人的机会拢平等，每一个人的福气拢相像，就是你只要若信靠上帝，你共款会当得到遮尔好的福气，甚至比这佫较大、佫较赞。有时尤其是长老教会啊，大家拢足趣味，讲迄个牧师是啥物人，因老爸是啥物人，因的族谱是啥物款人。但是煞袂记你讲，其实耶稣伫遮咧讲的，讲真正咱的兄弟姊妹是啥物款，是信上帝，佮照伊的道理来行的人，开始基督徒，开始真正有福气啦。所以就是讲提醒咱讲。伫即个世间上帝看重的，耶稣爱咱做的是听上帝的道理，佮遵趁伊的道理去行的啦，我是感觉讲即马要做台语运动的人甚至伫台湾要坚持讲台语的人，本身要有足坚强的文化意志。对啦，嘿。所以有文化意志要去做文化运动的人，基本上都是为着利益啦。对，是自发性的。对啊，所以就是讲，我感觉台语运动这朋友不管因写啥物方法、文字啥物物件我拢足尊重因的，因为虽然理念无共，但是拢是为着这个共同要来救台语的这个理念来咧斗阵一寡方法无共，还是啥物物件，迄我嘛拢真尊重。要求信者，群众愈来愈多。耶稣就讲，这世代是歹的世代，因求信者，毋过除了约纳的信者以外，无阁有信者互因。拄亲像约纳成做尼尼微人的信者，人子嘛要成做这世代的信者。伫审判的时，南方的女王要甲这世代的人做伙搁活起来，煞甲这世代的人认罪，因为迄个女王有对地的石头来听所罗门这来是所罗门。智慧的话，何况伫遮有比所罗门较伟大的。OK，
照我所在伫海外教会啦吼，迄阵啊伫洛杉矶诶时阵，就是有长老教会，啊也有迄个福音教会嘛吼。啊上早诶时阵，拢去伫广东人诶教会、罗省教会咧聚会啦，吼。啊，所以来即摆来分出来诶时阵吼，应该是有一个理解啦，吼，因为离即个洛杉矶。别位诶所在我毋知影，就是讲对迄个洛杉矶我较清楚淡薄吼。啊，迄阵啊，迄个台语福音教会因诶脉络第一条就是讲要对向讲台语诶族群来传福音啦。迄阵了解就是讲，若是有讲袂晓听台语诶人，和咱附近诶国语教会互相配合啦。哦，他 refer 该请去国语教会啊。啊，我是说，啊，即马伊伫演变为着教会生存，你爱增加人数，啊，所以就开始用华语去，啊，所以台语一直随无去啦吼。所以，什么款的策略是较好吼？我感觉这毋是真理啦，吼，当然是真理，就是讲中国人，咱嘛是。上帝听字，咱嘛是爱听中国人，咱是无爱中国的迄种政体，无爱共产党。啊，中国的百姓，而且我有捌一寡中国人，我嘛是感觉讲，伊嘛是有需要福音啊。啊，但是若是讲用即种的讲法来咧讲台语教会，啊，就爱来做国语礼拜吼。我是感觉安尼对咱台语教会的会友吼，啊，啊当然一寡牧师、一寡长职为着教会 member 扩展的需要，哦，检查因会感觉 short term solution 安尼来用，徛伫教会的管理检查是对，但是徛伫上帝角度内面吼，我感觉讲应该是爱和国语教会互相配合。如果因若去国语教会，啊有人较爱台语礼拜，啊国语教会会爱家己报来咱台语教会，吼，啊咱台语教会有人感觉讲国语礼拜较好诶，该 refer 去国语教会，吼，安尼较是共同咧为咱诶上帝诶角度来做工啦，毋知有啥物款诶回应吗？我较蛮离开吼，我感觉这真趣味。我的观察是安尼啦，毋是讲干那讲为着人数尔，我是看伫米亚，因为我住伫罗切斯，我去到米亚波是要点偌真久诶。啊，米亚波利是有一间台语教会啦，吼，古早的台语，古早有台语教会，即马也无去啊啦，吼。古早台语教会是留学生来读University啦，啊就伫遮设立啊，到尾啊因加入大学啦，吼。我可能加入20档有啊，当然是为着可能是为着经济问题吼，方向经济问题，啊是拢一寡留学生，古早一寡台湾留学生开始诶，啊差不多毋知几档前我去因换做华语就对啦吼，啊我咧观察，迄老诶拢走出去，迄老诶怎啊拢作秀气，拢走出去，讲我本来讲台语诶啊我想问题毋是出伫讲要人济啊少啦吼，是因为牧师吼本身。我即马发现就讲有做些牧师本吼，伊也讲台语啦，咱即摆也讲台语，但是你叫伊讲蹛讲台顶头讲一个台语诶讲道吼，伊可能有困难啦。伊可能有困难啦，想讲伊读圣经就读袂出来啊。这是像迄是另外一个问题，毋是讲，就讲会友希望讲安怎讲台语啊人少啊无要紧，对毋是？吼。人少无要紧啊，但是因为牧师你过逐礼拜，迄个牧师伊家要读圣经，伊就读袂出来，讲道也讲袂出来，因为伊用台语，伊会晓讲，伊是台湾人，伊会晓讲台语，但是伊要讲一个台语的讲道，迄就个另外一个问题啊。啊，所以教会怎换做讲华语啦？吼，当然讲华语，教会当然有足侪留学生换会来，因为足侪留学生来。即摆少年留学生有诶，要讲台语，像台北人可能是咧吼。我是台南人，我谈迄个，我若故是讲台南人啊。因怎
袂晓讲台语，啊，所以伫教会咱有较侪人，但是迄个教会老诶，拢走了，用走去美国教会去哈。好，啊，你其他有人有啥物款诶要回应诶无？免说你哈，卖个开开。即马我顶前几档啊入去教会啦，吼，啊，即马看到现象就是讲，教会有台语诶甲华语诶吼，啊，台语诶是拢遐老辈诶啦吼，啊，华语诶拢你啊囝孙仔啦，或是遐少年诶，我看到这，我感觉人足烦恼诶，我毋知几十档啊，台语教会咱会无去，变拢华语诶教会。OK，我是有一个感受啦哈，毋知大家含有同款的经验无？我感觉讲吼，迄个咱即个换语言啦吼，咱的想法，咱的意识形态吼，来讲咱对神的了解吼，会小可有重去，吼，因为我前我自早我台湾的是去参加迄个英语的查经班啦，在足少年的时阵啦，吼。啊，你内底嘛是有一寡查某同学吼，你伫咧读。啊，我发觉讲吼，若伫迄个查经班，因伫咧讲啥物阿某训啦，啥物 sex 吼，因拢袂歹势，啊用英文讲拢袂歹势。但迄当时拢20-30岁，因若要叫伊讲堕胎吼，讲袂出来。啊，所以这互我想着讲，是毋是讲咱人若用无共款的语言的时阵，咱用无共款语言咧思考的时阵，咱的世界观是毋是会有小可改变？啊，讲到最近吼，我实在是听国语讲国语咧传道牧师吼，用台语咧讲道理的牧师吼，因的信息啦吼，真正真无共啦。吼，毋知大家我的主观的偏见吼，还是讲咱大家较有去甲注意着讲，平讲用台语咧讲的讲道，用国语咧讲的讲道吼，敢有无同？而且啦吼，讲本地是咧讲台语为主的牧师，伊去用国语去讲，吼，伊一篇信息内底，若毋是讲用念对吼，定安尼讲出来，敢会有偏差吼？这是我咧想的问题，请大家来。无啦，我讲诶讲牧师，因为伊拢像你用好本吼，伊要用台语遐，除非讲要读白话字诶人，啊无你若要读用好本，你读看卖啊，你用白话，你用迄个台语遐读看卖啊，你可能读了足袂顺啦。啊，因为有足侪牧师，好本诶较无问题啦。啊，来用现代本吼，咧读着啦，因为阮。过去阮拢咧读迄个用迄个新安公查经咧查经嘛，啊，即摆吼偏中文吼，偏用中文咧读啦吼，但是无共款的中文，你若讲写甲足厉害，中文的成语吼，成语足济迄物件，根本你就无法度通读台湾话啦。那毋过若写像讲吼，安尼较半文半白迄种的中文吼。也是讲用台湾话咧思考写的中文吼，要来读台语抑阁足好读啦，吼，这是我个人的经验啦。啊，尤其即摆你讲的无毋对啦，一个较少年的牧师吼，啊，因写出来中文吼，要读做台湾话足困难啦。啊，若较老的牧师吼，写出来中文吼，咱要读更加读啦，吼。啊，所以。毋则讲最近，我会感觉真看重即个台南新人院啦吼，因到他拢抑阁用台语咧上，啊，迄个要毕业吼，要毕业爱通过族语的认证啦，吼，你是原住民，你爱通过恁即个原住民认证，所以我感觉讲到尾啊，就是讲新学的态度啦吼，若像讲即个。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因的信仰个别吼，伊有一段就是讲上帝吼赏赐咱乡土啦，吼，这个乡土是上帝赏赐咱的吼。
咱有迄个责任，上帝邀请咱参与伫伊诶创造诶内面啦。所以就是讲，咱是管家，咱是管家诶一个态度。所以第一点就是讲定金本土，就是讲上帝迄个长老教会，但长老教会诶信仰是第一是定金伫本土，第二咱要含上帝三角有分来做料理即个中土诶管家啦。我诶理解是，所以是北部北部诶是人，我是较无还没有接触，我无理解。若是台南市人，最近即几冬，我有去含遐院长，还是讲含迄内底一寡同工，安尼三甲咧开讲吼，毋是讲真熟悉，会点仔了解嘛。所以我是感觉讲，好佳哉咱抑个有即个台南市人伊吼，会当讲保持即个台语文化安尼啦吼。我相信上帝平平听所有诶人。包括听讲台语，所以袂为着讲要来服用国语，要来放杀咱台语教会。管讲咱即群人是外老，上帝有缘甲咱三角伫咧啦。这是我诶信念啦，嘿。现在大家有啥物款诶讲法？我来找。好，多谢你哈，后礼拜过来呢，OK。过来，有啥物要分享无？还是要继续落去？我感觉吼，除非讲吼，咱认为咱的母语毋是台语，迄就无话讲。若总讲咱认定咱的台语是，咱的母语是台语，安尼就是等于是咱的 mother 嘛，咱的老母嘛。咱若讲看到咱的老母伫要过身啊，也是无元气啊，咱敢袂去甲想办法去甲救，要去买一寡好料吼，帮伊增加伊营养分，互伊活较久咧。咱一定会安尼做嘛。所以讲，若准讲咱对咱家己的老母毋是即种态度，即点徛伫上帝面头前，咱就徛伫知啊。你家己老母就安尼啊，你对别人敢有真正疼心？无可能嘛。所以我咧想吼，咱即摆咧讲台语吼，是讲伫教会内底是应该要讲台语，还是讲华语？我感觉表面上看起来敢若是差不多，毋过这内底有足深的文化意涵。因为咱接触一种文字，你一定是去练到通到迄个文字背后的文化的系统嘛。所以共款，咱看的是中文，一定是接去伊的源头嘛，中共嘛，汉文嘛，等等，迄个思想、迄个文化的元素拢伫迄内底。咱无可能知伊安怎写、安怎读、安尼尔，无可能。就咱像讲，咱即摆要学日语，咱一定要去看伊的文章嘛，看伊的文献嘛。你看的时阵，你就是接触到因的日本人的文化，哪有可能讲我读日语就好，知影50音就好，因的文化我袂互伊影响着，无可能。所以共款啦，我感觉讲，咱讲台语、看白话字，文化的意涵是上重要的精神。若准讲无即个精神吼，确实，安尼咱就毋免读台语，毋免看白话字啊。若讲要国际化，咱看英语、讲英语、看英文，毋是较国际化，敢毋是？所以我感觉就是讲，像徛伫台仔顶的人，也是讲伫台仔骹的人，就算讲是伫长老教会，就算讲是老一辈讲台语的人，讲到尾也是要有文化意识。若无文化意识，即摆真侪老一辈滑头就加安尼人讲华语啊，迄叫做滑头症。若会晓讲台语的人，毋过无文化意识，就算讲伊是牧师，伊徛伫台仔顶，就像总神有遮讲的，伊都无法度用台语去讲道啊，安尼伊嘛是无法度传达。共款会晓讲台语的人，伊若无文化意识，伊就是毋开喙啊。
敢有效嘛？无效啊。所以我感觉讲来讲去，上根底的问题就是咱即个人头壳内是想啥？你坚持什么理念？你坚持你的想法，这就是一种信用啦。我感觉是安尼。所以其实是我想这是值得大家迄个来深思的问题啦，就讲到底咱即个信仰和文化的关系是虾米款？上帝的救赎，对咱是毋是一个敢若对咱个人的救赎，还是讲对咱整个族群的救赎？这拢会有无共款，安尼发展出来拢会无共款的神学啦，你讲到这时，我会记得我几当前有去台南新人院，就是拄好迄个全民台语圣经的感恩礼拜的时阵我有当去参加，我阁记甲诚清楚，就是讲迄个王宗尧院长伊上迄个阿伯泰故事来咧讲伊讲用即个去中心化的即种的迄款的迄个理论来咧讲就是讲，即摆大家拢会想讲啥物大企业，逐项拢要单一种物件，讲这敢是上帝的欢喜啦？上帝听的是听迄个智味说啦，咱咧唱迄款诗羊99抑搁捧去一只，都袂当讲有迄个袂当满足上帝的心意，所以当咱台语教会接咱约的时阵，我是感觉讲，咱有若爱有真坚定的信仰，毋通失志讲，咱是上帝的囝儿不管像遐，咱抑搁较好啦。你若想讲遐原住民的教会因比咱的情形搁较惨平平咱是做一个人上帝要求要互咱的是怜悯嘛，你公平正义公义和怜悯嘛，所以是平平听世间所有的人包括咱讲台语的人所以伊伫遮咧有即种的想法的人，伊会检查，伊会想讲中国人因无教会通去其实是中国人要去教会。要去国语教会，世界拢三步就一间所以会有即种想法会让我想到不止济啦检查因的想法会想讲这传道理、传福音、诱人来洗礼较重要无甲语言当做一种工具尔就是讲语言我会当用什么语言会当甲伊来领受福音来接受主，安尼就好这安尼想嘛无毋对啦但是到尾就是讲咱对人性的基本的假设我是假设讲语言和咱的思想是无法度拆开的啦语言若无语言，语言就是若像讲空气和水啦。你若无语言，你比即个habitat， 你这个生活可爱内面根本无法度人活嘛，所以我是有这种的理念啦，若别人会感觉讲较好的、较 evangelical 的神学，因是会感觉讲上要紧的，就是去解救人的灵魂，解救人的灵魂，就是请人来洗礼，来承认伊的罪，来。伊来得到改变，伊得到一个新的生活安尼即种 approach， 这嘛是有理啦但是一个人到尾伊的信仰洗礼了，伊嘛是继续追求啦到尾即种的耶稣上帝拯救毋是讲咱要拯救咱一个人尔啦是要拯救咱规个开始族群的物件，所以咱来对圣经有较深入的了解的时阵，即种的例足济啦，即种的例足济。歹势安尼才卡遮久，敢有人要去发表意见？较放讲干一个几个人的想法咱呢，愈侪人表示想法，
咱会对真理的理解吼，会较全面性啦吼。啊，有人要来继续。我伫台东联盟的功能部有编60年的迄个台湾台语文宣简范志勇啦，啊有头前百外期我无收到吼，啊去找伊找迄个范志兄，结果伊有啦吼，啊所以我即摆所有范志勇会甲补足起来诶。啊，我研究台语文诶，遐研究生有要研究哦，就即个档案诶资料互因参考诶。来，范志兄，请你自我介绍一下。我是伫台湾，我是中华诶人，啊，我伫台北上班，初中毕业了，我出来就上班20几年。了，我是1979带3个囡仔来美国。想讲美国的教育较好势哇，所以我就拿带因来。啊，怎已经来？你要到42年、41年，我79来到即阵啊。啊，中间我是台湾拢定定我哪有咧转去。保持关系就是台湾医学，我是相当强的一个。所以拄则有恁咧讲查经者迄落吼，若讲干那因为我伫即阵伫教会出入差将近40年嘛吼。所以看到教会牧师拢是多数的牧师拢敢若想讲人数的增长就要紧。他拄则咧讲语言，为了剩即阵来，拄则咧讲明尼苏达倒位台语教会已经无去啊，改做北京话啊，再老的啊就离开。这就是敢若这甲信仰上啊，甲即个意识，吼，这个是真正。有一个牵连啦，你若无即款对台湾的意识的迄落吼，台语就会放掉。所以我从囡仔细汉开始，我伫厝内面一定甲囡仔就是讲台语尔，绝对无因从伫台湾的因讲北京话，我嘛是用台语甲因讲，啊慢慢讲，所以来遮囡仔拢去台语教，我那囡仔到即马经台语文拢足甲讲是真较写的，这台语文真正是。无法度通真普遍吼，啊，主要是字原有一寡，虽然讲要用罗马字罗字的吼，这原前迄阵去伫台湾去个国民党修法圣经去了台语文，整个伫台湾正式的无法，啊，即摆执政党伊嘛无要对这方面落去推展吼，所以台语会直直去，这个是一个真互咱真担忧的代志。所以我早起来听就讲这个。当我兄咧讲有这事，我安尼伫遮，啊，这个时间我就会当参加，我就安尼来参加安尼吼。呀，你讲有咧讲，像你讲说在少年牧师到咧，也要讲要用台语讲道吼，无啥有法度吼，但是讲袂真顺啦，啊，所以就尽量啥物要用北京话，用英语安尼才有迄落，这就是原来是一个问题。这其实就是讲所以少年牧师因伫家庭内面，若毋是讲用台语做主体吼，要叫伊讲台语，真正是有困难。对，这个是咱真侪咱爱加强的所在啦吼。有影。啊，若是因为你讲加强来讲，咱若拢像伫遮出世的第二代吼，就真正困难。伫台湾若无讲真迄落罗字吼。真正台语会直无去啦，去用消费掉，这是一个真担忧的代志。但是苏牧师伊是足细汉就搬来美国。对，迄对我相信伊家庭内面甲厝内面就是用台语做主体，若无当外口有困难。